跟住再嚟去到下面嘅位置，叫你預測翻阿小美明年1月份嗰個用電會比今年12月多啲定少啲呢 OK， 牛仔波揀低隻字句預測，10月、11月、12月有沒有2月？冇。阿爺算得到佢出年1月係會用得多啲電定少啲電，我係咪非洲神童我會算得到出嚟啊？阿姐點啊？我算得到喺非洲每過60秒，香港就會過咗1分鐘。係話嚟嘅，你知我唔使算出嚟㗎，同學仔，我哋好簡單啫，只需要去到將今年嘅線直接延長咗佢就 OK 啦。因為我哋所謂嘅預測就將條線去到向上延伸啫，你只要延伸咗佢，加翻箭嘴，咁呢個叫上升定下跌啊？上升，咁所以個答案就會比12月高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臨尾啦。